这个中华保盐一个17岁少年家是一个善良的囡仔，伊伫个7月初时的尾暗仔做线工做了，骑铁马要转去，互三个便衣的警员误认是外劳。这个警员甲抓落来要甲盘查，少年家想讲是歹人，歪头就走，结果去弄到犁田机，就是铁牛仔，为伊的面、为倒边的这个耳孔到鼻啊，立一字大大字，规个面拢是花。因为这个高中生的志愿就是大汉要做警察，伊竟然阁真担心三个环境会因为伊这个代志受到牵连互处罚。律师李秋婉是认为讲，环境牵涉到妨害自由甲伤害罪，愿意免费帮这个少年家拍官司。17岁少年仔7月初时尾暗仔去3个警察录时，会大大力去弄到路边的铁牛仔，倒面边为鼻仔到耳仔有10公尺长、1.5公尺深的大钢槌，添17针。中华关警察局新增警察无依法穿制服含出示证件，互少年仔受伤，所以加重处罚。当时带队工作的所长记过调离开主管职，两名警察含分局长先改一摆。律师卢秋婉嘛认为，警察执法的过程有疏忽。他首先认定的是这个少年的肤色，再来就是他这个少年的交通工具。其实警方在执行的时候，他可能早就已经预设了，他对于这件事情，他们认为外劳该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他们针对这个少年去做这样的行为。卢秋婉同情少年仔，嘛讲愿意免费替少年仔拍官司。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会帮忙。有可能涉嫌妨害自由以及伤害的部分，免费帮他们打官司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少年仔已经出院，伫咧找休困。伊阿伯讲，少年仔的心肝是真善良，无代无志去警察留个受伤，尾后佫真烦恼，警察会因为安尼防受处罚。伊嘛讲啊，警察是真辛苦啦，伊嘛惊伊毋知无头路袂，但是讲伊的降级。根据了解，少年仔的志愿是大汉了后想要做警察，想要到伫咧17岁今年暑假做线工，骑铁马要下班转去厝，会拄到警察要甲伊搜索调查，人着伤，尾后佫替人设想，真正是互人看甲真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